月生灵的大总时，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，其意义如同灵明上帝，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，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。三界十方万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，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，用在万灵见不恒，用在不无言为伴，积极行怂其大说明，其相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，字形与父母字相近。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，代表体是阴阳，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，有体无用则至空，有用无体乃直相，即体即用即用即体，体用合一即是佛也。二点点代表无极，点代表真如本心。三点中线拉直后凸圈外，表示超乎太极之外，贯乎太极之中。四点母字正转90度，表示天天灵性之母。天天母乃万灵主宰，灵性之母心无形，永久之如来自性。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，代表体。两点是阴阳，代表用，同代表无极。众生阴阳同直心，代表真如本心。太极图色标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，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，中庸交涉之理，所以是上帝。天命之谓请，诗经小雅明上帝遭临下土，大雅上帝临汝无二耳心。书经汤道为皇上帝，降中于下民，若有恒性。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，此番一片处。参经一问品，若不无生问法，见西方只在抗摩。大日经书亦云：但因毗卢遮那者，是日之别名，即除安片名之意也。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，日也。如世间之日，能除一切暗明，而生长一切万物，成一切众生。